一到轉季嘅時候咧，大家有冇覺得咧個喉嚨一定唔舒服嘅？當你一咳嘅時候咧，好多人喺你旁邊嘅人都跳開3丈遠嘅。所以咧，我就介紹大家大學蟲草啊，蟲草係可以補肺益腎，提高個免疫力，就減少嗰個乾咳嘅情況嘅。每日就食2粒，用溫水服，同埋咧一定要日間食㗎。同埋想大家了解下咧，點解會成日有咳嘅情形咧？其實就係因為嗰啲病毒啊，就會攻擊你嘅上呼吸道，或者你有鼻敏感嘅問題啊，日頭起身啊，又打乞嗤啊，流鼻水啊，有塵嘅地方，你就會有咁嘅情形出現嘅時候咧，你就必須要食蟲草去調理身體。好多人都知啦，蟲草啊補肺益腎、化痰止咳，咁啊中醫都係建議會食呢個蟲草嚟做一個病後嘅調理嘅，改善呢個敏感同埋咳斷嘅狀況。咁而蟲草都係好溫和㗎，補而不燥，適合大部分人士。尤其是小朋友啊，都可以食㗎，老人家都好適合食蟲草嘅。健康嘅人亦都可以食蟲草，提高個免疫力，對抗病毒。有病啊或者唔舒服咧，康復咗之後，尤其是咳咧，你都可以做一個病後嘅調理。嗱，我而家開俾大家睇呢個蟲草係點嘅，佢咧聞起嚟咧有香菇嘅味道，所以咧小朋友啊食起嚟咧都一啲都唔會抗拒嘅。放喺啲粥啦，放喺麥皮啦，或者放喺啲雞湯，放落去。粉末嚟嘅，將佢個膠囊除咗佢，咁你放落去食，嗰個小朋友就會好開心嘅食得。大人細路都啱食㗎，3歲都食得。咁尤其是適合老人家。如果你覺得自己體質弱，病後需要調理咧，就更加要服用啦。由香港 GMP 廠房生產，安全可靠。落到大學蟲草咧，就係有大學嘅專利技術啦，大學認證成分含量，市場特有嘅雙大學科研嘅蟲草產品，大學臨床測試，醫護實證，專業可靠，值得安心。根據本地知名大學嘅臨床報告啊，測試者證實咧，服用呢個樂道大學蟲草高達85%可以改變呢個呼吸嘅問題、疲勞感同埋睡眠嘅質素咧，亦都會提升嘅。本港啊頂尖大學專利高抗氧配方、黃金比例蟲草配方，針對唔同苦狀嘅需要，功效全面，抗氧化能力咧比野生蟲草啊仲高3.7倍。佢嘅蟲草腺苷濃度就 No.1， 一粒就等於128支蟲草，係市場同類產品嘅 No.1。好多醫護95% 都認為可以有效提升免疫力，93% 值得推薦同埋信賴，超過90%嘅人都可以安心俾小朋友服用。咁你哋如果有咩呼吸道嘅問題呢，就要食呢個大學蟲草啦。